內地歌手胡夏嚟香港都嚟咗幾次，不過今次係第一次喺香港舉行簽唱會。哇！你睇在場幾多 fans， 有成700幾名嘅 fans 嚟到啊！當然話明簽唱會唔少得，梗係唱翻呢一首首本名曲啦。聽聞陣間好似話有個遊戲嘅，如果玩遊戲嘅話咧，有 fans 攬住你得唔得啊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你會害羞嗎？會啊，就是會尷尬。對。胡夏同 fans 大玩鎖鏈遊戲，有一個男 fans 同胡夏個樣都幾似噶，你睇下。最終有一位女 fans 勝出遊戲，可以攬胡夏啦。不過胡夏睇嚟就硬晒太喎，怕醜仔真係怕醜仔啊！咁如果女 fans 話要錫你嘅話，你得唔得啊？我應該會躲開吧。對對。有試過遇見一些瘋狂的歌迷這樣？沒有。沒有。對。就是斯文類。對對對對，都是對。